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呢，来同大家共同来研究回顾复习普陀63篇，客家诗言联音、声母、韵母与文字结构分析。本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嘅收听版，提供各位乡亲大家来共同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尤其是今日专门讨论一个联音诗一个部分。大家都會記得咯，客家白話語同文啊，在教同學嘅階段喺度嚟。學習呢，可以講就是練初學者要學習。第二個呢，研究英文講 study 有基礎嘅人。第三嘛，運用 application 就是本波圖各篇啊，講究在一個語同文嘅應用。也包含寫作、翻譯等等，以及還有發圖、存圖、正確圖來做一個研究。大家有相同地帶講啊，不同國家族群地方有不同嘅語言、語言、文字嘅用法，故所不同不啲客家話嘅鄉親難以深入來了解客家嘅文化嘅同嚟做一個創作同運用安尼嚇，所以睇法呢，我哋嚟看第一個結構分析表嘅第一個表喺度嚟，一個客家詩言法喺度嚟，一個結構啊，一個每項事情都可以分為講啊三個層次。最底部嘅內層就是講核心嘅功能，就是目的。每個事情嚟研究白話語文嘅目的係存在嘅。第一個就研究語音，一個研究語音就是意思嘅意啊。一個意嘅時間要注意到聲母、韻母嘅聲調，以及一個單詞、狀聲詞。一度呢，都係顯示語音是用語共彈嘅，按個呢，注意一個文字，一個就是語三民族語啊，一個注意到一個音、語、弦，親像一個聯音詩嘅，我用實體詩，乜嘢都實體詩呢？都會講啊。眼珠看到，關於講嘅是望文生義，眼珠看呢，語是用語共彈嘅，所以就兩項語音同文字啊，就是我哋白話語文地圖裡嘅重點核心功能去研究嘅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呢，一個地動中長嘅有咗珍貴嘅功能，就對於講啊。說唱藝術啦嘅運用，演講啦、廣播啦，一個朗讀、講古、小可、團練嘅戲本、一個劇本、鄉土詩、作歌詞，呢個等於白話語文都係用到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就是珍貴嘅功能，我哋研究嘅功能。另外一個呢，就延伸出嚟嘅功能，也就是發揚客家文化嘅精神，提升客家族群嘅種種嘅素質同地位，同時我有一個聯絡鄉親、促進鄉議，亦就係研究客家白話文一個鐵陣圖功能嘅鐵陣圖喺度嚟，鐵嘅圖喺度嚟所寫嘅。大家如果講啊，客家語嘅特色係乜嘅呢？嘅單詞、狀聲詞以及連音詩啊，一個特別嘅注意，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嚟注意一個圖啊，有3層嘅圖，每項東西品質感知啊，都有一個
核心的功能、珍贵的功能，以及引申出来无形的功能係乜嘅？我哋研究白話文呢，一個三態功能用途係除咗這個人啦，嗬。好，我哋來看底下一個語文意思英語對照寫嘅，凡客家日常生活、對話、歌唱、說話、戲劇、團練嘅俗語、講古、廣播等等啊，都必定要用客家白話語文。怎有辦法使得大家聽起來順，講起來順口，聽起來順耳，那有入味嘅素材啊！客家詩人強連音語同文結構嘅分析上面，請看一個連音結構圖一個嘅在個 YouTube 一個地圖裏要講一個清楚，啲連音。聲母同韻母以及文字嘅結構嘅分析，連音係指乜嘢咯？連音咯，語音咯，連音有三個聲母，只有三個韻母，就是啊、誒、哦三個韻母。同時，伊啷個還有利用一個頭前嗰個四個韻母嘅尾音，有64個聲母嘅韻母嘅尾音，分析變成17個，綜合變成17個，再變成8個聲母嘅組合是客家嘅語音，也就係啊、哦，叫做起始語音，意思嘅意啊，是用義工談嘅。A 音嘅呢，實體詞。嘅文字啊，是用一個人講啊，乜個實體詞就是望文生義啊，望看到眼珠看嘅，係客家白話語文嘅重點。再看底下連音嘅聲母只有啊、誒、哦，韻母嚟，它個共同嚟，共用有8個聲母，嘅3個聲母呢？嗰啲啊，會同大家嚟做一個解釋，樣嘅嚟嘅。常常講啊，第一個是為一個有數平嘅，係用一個一從一彎兩彎一彎為個了L 用 L 不用了 E 這個 E M 呢就變成聲母時就變成麼N 呢變成聲母嘅時就用 N、G 呢。變成我，那個 K 呢就變成個，P 呢變成波，一個上頭到那個圖上所寫嘅詩人強連音結構分析說明啦。連音嘅聲母來源詳細，形成以連音叫聲母嘅變化係樣嘅嚟嘅。好，第二我哋再看連音聲母有。個連音是個聲母啊，只有啊、誒、哦三個聲母嘅一個用英文呢是 A 都個不泡沫或者啊、誒、哦一個音，那個 O 呢冇結實音嘅 O 個 O 冇就出嚟嘅所以我用一個英文是那個漢語拼音同不泡沫化嘅注意嘛，也嚟互相嘅比較第三，連音嘅語義是用義工談啊，頭都講過嘅，也就是虛擬嘅詩虛擬嘅就是本身都冇嘢得詩，但是我哋以嚟認為隻詩嚟做一個做根本，按文義用乜做看嘅用實體詞用實體詞圖用雙圖地圖裏嘅文字嘅本音詞就是前腔用法同意嘅連音詞本音有 A 同 E 嘅音，一個南部嚟講嘅是呢，就 A 音是咪弄連絡長字
联络一个女仆的温暖也带，语言嘅呢，日本言是用语言都有模的哦，是高速创作性比较同一条哈，但是一个高速强冇一个连音单音诗，个提示连音一声空有是为杂诗的啊，连音诗只有是为杂诗的啊，都是家用诗，每杂诗嘅声母变化都亲像双面体嘅相同，空有九个音，就是 A 来讲嘅是呢，为了也没能嘅白嘅音啊，兼顾家用诗嘅音义性啊，以及文化。所以在 A 里面呢，就是实体诗，讲究文化同音义性、音义性啊。一个副词嘅头前一定是动词、形容词啊。正词一个有乜嘅用途咯？就 R 同 O 嘅用途，可以作为唱歌嘅伴音嘅用途哦。叹词同等等嘅要件是有很多哈。听高速强嘅连音，有冇用？I 用音啊，因为高速强将支持诗变成机器诗啊，支持诗变成机器诗，所以变一个规律变成个韵母，韵母空韵，乜个呢空韵呢？就是两个 I 嘅叫做空韵啊。他个都会记得一个汉语拼音嘅诗啊。是用拼音的诗，也唔系文诗哦，唔系 word 啊，唔系 word， 唔系英文诗。像这个用途上呢，这个呢，就是人名啦，人名仲有那个地方名啦，也全部用，有这种吉东国小，吉东国教，吉东一个吉东，一个吉那过年时间吉J.I. 吉东DUNG 安尼哈，也就国语翻译咩，客家话翻译咩，有冇相同啊？所以个一个连音诗用在人名、地方名嘅时节咧，一个在台湾，这个人本地方来讲啊，以使用一个拼音嘅诗。唔系 word， 唔系唔系英文诗哦，大家记得啦哈。只是冇 R、A、O 连音嘅声母嘅单音嘛，高速强冇单音。第六，那个连音八个声母与三个韵母啊，合成客家嘅白话嘅常用语。用 R 来讲嘅是呢，系形容词，用个 R 嘅个词，也系用也，也系用。另外一种也意志嘅意也两只诗嘅意思冇相同，也係嘅也一個就講啊，兩個相同都係也，有一個不同嘅時呢，個也係一個嗰啲呢會同大家說明我唔會也拍嘅呀兩個都係是用一個可也是的也另外一個呢兩個中間似一個呢，用也代表有八個聲母組合成咗 R 嚟講嘅時候有哇、啦、呀、嘛、那、啊、加、巴安尼即種佢我都會講 NGO 同我一個關於注音一個是呢，這個NG 啊，用一種寫法一個寡婦提到呢個NG 聽語 A 音實體使用時有分為四個音調共有8隻字一個連音詩 A 音呢實體詩只有8隻字以8個聲母聯合，因此我 A 嚟講係呢T 叫做 V V 一個音都 V 一個叉叉那個 V 一個國語客家話嘅冇叉叉一個烏
烏用微烏，唔係漸嘴烏哦，大家要注意。為來也咩能愛嘅白哦，第二咩事就用 A 一個音，一個客家話嘅語言，佢目前發生過大問題，就是講啊，烏啊，一個同一兩個音呢，發音都係同國語、華語冇相同。第三，惡音，惡音，有冇惡音係西語嘅用詞，用一個惡一個詞嘅都，一個口試嘅惡字嘅惡，做代表，有8個聲母，也就也係相同。叫一個結構式，那個我了要麼呢我個不一個音，所以 R、A、O 呢，一個聲母完全都相同。一個樣嘅來嘅呢，嗰陣我同大家嚟做個報告，一個連音式嘅聲母完全就是 R、A、O。音母是 R、A、O， 聲母完全是一樣，依照前面嘅詩，假使讀到烏、R、O 嘅時間呢，一個也這個 A 音呢就變成 V，R 音呢就 W，O 音呢是 W， 一個音啊呢，一個嗰啲啊，一個非常嘅重要，一個。瓦拉耶瑪那亞加巴嘅頭前嘅音，用嘅轉過嚟嘅嗬，O 音，我就代表頭都講過啊，有我了也麼呢我個不一個音，連音咩 R、A、O 3個音母啊，它假是共用一個用 R 嚟講嘅時候呢，就瓦拉耶瑪那亞加巴嚟做聲母。佢有規則性嘅規則性嘅，嗰啲我同大家詳細嚟都講一個現象，一個創新歌客家評版，正統嘅連音是賴碧霞五世所創嘅，一個頭我哋客家傳統嘅歌兒有羅山歌、山歌子評版就跳啊，亦完全都愛用連音式，所以點。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要有所傳統粵語好聽嘅方言啊，也一定都要用到連音式。所以頭都有講一個客家白話語同韻，教人也係嚟學習嘅階段啊。可以分為第一個是初學嘅啦，初學者要用練學習，有基礎咧以後呢，就用研究。進一步呢，一個要用創作，而寫文章嘅時間呢 ，application 應用啊，所以本波圖各篇一個講究在第三，就是講係應用嘅方面啊。以及要有研究嘅時間，要有法圖、尋圖、正確圖啊，一三圖加行加挖行嘅啦，能有辦法。將我哋嘅客家話講嘅嚟流利好聽，大家都會睇得到。不同國家、族群、地方有不同嘅語言、語言同文字嘅用法。故所不懂不知客家話，難以深入客家文化嘅創作而運用，也就係講第一個圖同大家都嘅說明。後來再請大家來看第二個表圖就客家語言聲母與韻母嘅文字跟結構嘅分析嘅第二表一個表嘅單個呢，個用有寫1、2、3、4、5、6、7、8、9一個就講聲母嘅分析連音式嘅聲母呢，頭都講 A 嚟講頭都 R， 看大下。連音嘅韻母有 R、A、O， 單個是聲母一個聲母一共一個就講R 嚟講是 A 嚟講就係哇、啦、呀、嘛、那、亞，過到加 B 呢就波嘅音
这个 RAO 的共同使用一八个声母，声母嗰度呢，嗰啲呢我同大家嚟做個用嘅嚟嘅，V 你用嘅嚟嘅 ，L 用嘅嚟嘅，E 用嘅嚟嘅 ，M、N 用嘅變化，一個語音嘅變化是客家語嘅，一個發音是冇，但是好多相同嘅語一個經常講L 嘅時間就變成 L 嘅音，頭天真讀到乜嘅呢 T 嘅時間啦，讀到 L，V 嘅時間頭天是 U、R、O 嘅時間啦，一個連音式嘅聲母一定用 V 嘅音，就哇好，我哋再看講一個聲母一地圖裏嘅東西，地圖裏有些個 A 同 I， 歌數創作性比較濃強容易，親像我哋出嘅一個美濃聯絡，你譜溫暖，一方面就講啦，為了也沒能嘅背嘅音，歌數創作性比較濃到為你以咪你嘅背嘅音。但是還有個態度觀呢，一多帶，一模聲母嘅單音式，叫做個特殊嘅素材。但是慢慢呢，一個文化是會融合，慢慢呢又會改變好，再看一個喜事，就是一個 R 同 O 呢，是喜悅嘅事，一個 A 音同 E 音，一個用實體式，詩意所以 RO 是喜事，有異共談嘅。一個 A 音呢，一個同詩呢，是用一個眼珠看嘅萬物聲音。所以中文是個本音式有 RAO 也有很多隻式一個另外 A 音嘅實體式有8隻式。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記得記錄一個兩個個就用一下，嗰啲呢我同大家報告一個第一上嘅、第二上嘅、第三上、第四上嘅 A 音嘅來源用途是不一樣後來我哋再看大下嘅說明，研究嘅說明，連音上調以文字結構嘅分析啦。R 同 O 是語用最廣嘅語就變成意思嘅意，深度裏嘅意思音A 音呢是實體式，用眼珠看嘅，用目珠看嘅所以客家白話文嘅重點有安尼再看第二，連音嘅聲母，一個 V， 一個 L、E、M、N、個波聲母嘅來源同一個 RAO 嘅三音母嚟嘅念在腔下變成一個用啦語音，所以一個語音用嘅嚟嘅，後來再看大下客家詩音語音有20個聲母，同64個音母結合成一個語音。聲母分為3種，一個單嘅有10隻式10個式音，送兩個聲母兩隻式一個關於講係單音母、雙音母、複音母一個音母分為3種單一音嘅有兩個音T 有 T 複音一個一共有64個音母，有係用波破摩佛一個注音符號嚟做分類講64個，也係台灣有一個乜嘅台灣書店地圖裡所表示出來，一下68個，我認為係64個咯，因為另外四種一個語音就是楊梅強。我也下所講嘅完全是詩音強再看第二，連音語音將64個音母嘅微音歸類成為10
17个同18个密音嘛，也18个密音变成连音的一个连音诗，再从18个变成8个连音的上音，有8个哈，有8个。也都会讲啊，64个本规律变成18个，有母密音有相同的，俺那个客家话语啊。一个18个就在变成讲有8个上母，连音式的上母。韵母连音的韵母呢，只有 R、A、O 给它做一个组合，变成了连音式。连音式，一个呢，用图看了下啊。看来图能有办法了解。第三，连音的语音唔咩并唔咩将前一则诗嘅密音直接连下来做 R、A、O 嘅音母，也冇相同啊。经过研究，有大下几啊规则嘅变化，真系标准嘅客家嘅语音，哈。也都会讲啊，一个前一则诗嘅密音变成连音式嘅上母嘅时间，以符合于英文嘅一个变化嘅上升。好，一个样嘅尾音样嘅类嘅咯，哦，就前一则诗有母嘅密音嘛，啊，u r o o 哈，u r o o 哦，一个 o 呢就是 a u 啦，哈。R 就用我哋波波模糊嘅一个很哈，一个R 读到URO的时间，也是个韵母嘅密音嘅时间啦，就会转变连音连音是上母嘅变成乜嘅呢？V 嘅音哈 ，V 嘅音啊，不出声嘅 V 哈，也可以是种哇滚呢哈，哇滚哈，哇嘅音哈。了嘅音呢，是上母连音是上母了嘅音啊，但是女仆嘅方面是的嘅音啊，实际上这话那个 T 嘅是前一则是母音，前一则韵母嘅密音用 T 嘅时间呐，嘅婆用特嘅的，一个韵母密音嘅时间，韵母密音。D 转变为上母的时间呢，就变成了个音，就等于拍咧，告诉人都拍哩哈，拍哩，女仆方面嘅就拍的拍的贴的啊，但也都好多音呢，是 T 就变成了音嘛啊，了音嘅音，同那个米能强一样，我再讲太多讲啊。V 嘅音樣啊，所以巴拉呀、馬那教啊，V 咧嘅咩咧嘅一個 V 樣嘅嚟嘅，聽一個了用 T 音，看到前一則是密音嘅 T 音嘅時咧啊，貼咧啦啊，拍咧啊，後來第三，一個音韻母音有用嘅啦，一個音是前四個韻母音嘛 ，I 啊 I 英文嚟寫講啊，說呢 A 一個音 I 啊 I E A 讀到前一則是個韻母嘅密音是 I E A 嘅時間三個韻母密音是啊，韻母嘅密音 I E A 嘅時間變成那個一個音啊，就叫阿姐呀，阿姐呀，阿姐耶，阿姐呀，阿姐喲，哦一個。用嘅變成一個音啊，企呀，叫企業啊，茶位講叫企業哈，一個都一個後尾嘅就是在字前面一定是名詞，冇做動詞哈，係咪？再看 M 嘅音，密音前是韻母密音是 M 嘅時間呢，咩音啊？來到韻母的時間是 M 嘅音母啊，唔嘅音，轉變為連音式嘅時間變成母嘅音啊，就那個啱咩啊，了也就是連音式啊，啱咩啊，啱或者唔嘅音，但是拿來後背嘅時間變成
就摸个盐啊，暗咩啊，嘛爱毛个嘛啊，嘛盐，拿到后边了，就变成摸个盐好，也就个爱摸个盐，是做有木米盐咩时间就没盐，拿来当锻炼饮食，到生母的时间也同英文完全是相同都变成摸个盐，就那麦当劳麦当劳一个阿妈一个有人讲的句话讲王老师讲是是么个是麦当劳麦当劳一个麦头前做摸个盐，后边嘞是没盐再看第五个那个盐。N 个盐呢 ？N 个盐后边是那盐那盐读到头前个字母是 N O 的时间啦，一个连音字嘅上母就会变成那个音母。其中俺人所讲on on 就是那音。拿来当声母是变成那个音，其中on 同 no 一个 n 两个音的变化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记得讲m 同 n 当声母当韵母一个当声母的时间同韵母尾音的时间，两个音同英文完全是相同连音式的时间好，头头所讲第五个。N 个音呢，就 on 一个音，一个音呢，那个关于是母的尾音的时候变成那个音con 呢con 一个音好，一个 con on 的音 n 的音，同一个 con 嘅 n 的音冇相同好，再看 ng 一个音就个音咪做尾音的时候，前世韵母尾音又读到 on 个一个音的时间呢，就韵母尾音就变成个音ng 呢，它个记得没入声字没入声字，一个 n 同 g 合音放起来嘅所以昂嘅，因为一个同硬字呢因为昂 ng ong 同 ng 嘅时间 ng 就昂变成所以 ng 这个当声母嘅时间，声母尾音呢同一个连音字嘅上母嘅时间音母相同。再看一个第七个歌一个音呢就上母，前世韵母是 k 个音， k 一带一个改学记读到 k 个音时间头前个这四个有 k 个时间呢，尾音就变成那个 k 个音变成歌个音，k 会变成歌一个音，一个cock 一个 cock 用角嘅一个就读到一个歌做尾音呢是 k， 按来当声母的时做声母的时间就变成用歌个音。好，再看第八个播音，前世韵母尾音是 p 个音，不泡沫或 p， 但是伊呢拿来当连音式个上母的时间呢，变成 波个音，波泡沫或 p 就变成歌个音嘎巴嘎贝就像一个嘎巴嘎贝一个连音式，因为变成巴，后边 d 呢变成贝嘎巴嘎贝讲嘅，说啦说的行嘅个合
合放起来的好，一个老师铁路上文史解释上面有讲过本音是支持诗单音的时间呢，就用本音 R A O， 就用 R，A 就用 A 冇一個上母嘅是單音嘅一個果數音呢，一個支持詩又變成機器詩，所以亦冇空韻，也冇一個單音詩但係教育部目前所用嘅 A 音，T 上嘅一開始全部用單腳詩單腳嘅嘅聽一張詩嘅上母聽一上條用是用那個翻呢，也用翻呢，用在字，也冇符合於文史嘅音義性嘅文法所以一個各位小姐大家記得，我哋客家詩、客家語、客家文都係有文法嘅結構再看第四個上母語用冇用法嘅讀法也可以在藝術大學客家白話文研究班也喺度裡有講所以希望各位小姐點嚟睇看下先咧也 YouTube 喺度裡有現在講行嘅舉簽話無舉簽話無右邊安尼也有右邊安尼也有亦都客家詩用一下完全用連音連環連音的出現行嘅舉簽唱無唱無行嘅舉唱無右邊安尼也有右邊安尼也有所以頭都所講嘅上面一個思想強嘅注意嘛大家都講行嘅舉唱無右邊安尼也有一個大家注意連音詩嘅用法所以我哋再來看第四個一個客家連音上母韻母文史嘅結構分析啦 A 音也可以用實體詩指漢語上面嘅八則詩上面所講嘅八則詩韻母 RO 呢也是用戲詩指漢語 R 同 O 一兩則詩本音係指連音詩嘅上母音有多種地方語音嘅時節主音做母音只有做 A 音所以詩典喺度裡在字主音 A 音音冇做語音語音是個讀音也係語音要加上母但是這個在字也有時節主音就用 A 一個音所以只是我哋客家連音詩一上到四上第上嘅一的就一 A 鳳 A 阿公 A 就冇用 A 音一個看呢個看 A 一個希望一個 A 音嘅一個有一個冇讀本音要讀語音講話嘅時候讀語音所以本音嘅上母與韻母結算嘅東西可以大家了解下但是要同大家來做個報告客語嘅連音就union按一個聯合國嘅連按英文嘅連音是連狀嘅連 connect 用語是不同也冇相同一個我哋客家語音嘅連音是將前面一則詩讀到連音詩嘅時候前面韻母尾音轉變為上母按一個英文嘅連音詩是縮短用語嘅詩不同所以常談連音詩結構在我哋藝術大學嘅上課嘅時候
又讲啊7.05呢，有储备嘅记录安尼吼。再看到客家白话儿童文教学用嘅集团得到讲过嘅吼，用一个学习、研究、运用嘅集团来讲吼，藝是客家天子報以及屏東時報天子報，即所貼出來嘅文章呢，大部分可以講得都係用寫作本客家應用嘅文章嚇，所以唔啲客家話就難以隨便客家嘅文化喎，一點頭都要講過嘅嚇。再看嘅第三呢，語言種類、母音嘅結構用嘅嚇。先講啊，好當個做 V 嘅音、L 嘅音、E 嘅音，嚇。但係 R、A、O、V 嘅時間呢，變成哇、喂、喔啊呢。L 嘅時間呢，啦、咧、咯，嚇。第三個呢，呀、耶、喲，嚇。第五個呢，第四個呢 ，M 嘅時間嘅音，拿嚟當聲母嘅時候就變母嘅媽、咩、麼。N 嘅音呢，嘅音。拿嚟當聲母、上母嘅時間變成那、呢、喏，第六 NG 就是嘅音，拿嚟當做上母嘅時間就變成亞嘅嘅音，亞嘅我，第九第七歌嘅時間呢，加嘅歌，變成歌嘅音。第八 P 嘅音呢是八、八、波，第九呢是本音是 R、A、O， 所以頭都所講啊，哇、喂、喔、啦、咧、咯、呀、耶、喲、媽、咩、麼、那、呢、我、那、呢、喏、亞、嘅、我、加嘅個、八、八、波、呀嘅個參物嘅喏，一個語言嘛。做起來親像大悲咒一樣樣哦，有一個做本來就係客家語嘛，客家語，所以以上客家聯音上母與幼母嘅上下組合嘅語言，就是我哋客家話，事實上啊，就能看啦、食啦、糖啊、黑白國家也有一種嘅語啊嚇。好，一個就一個聯音時代下，上母同幼母上下組合變成一個語言呢，一共有一久嘅嚇，一個大家詳細來看看下是咧也同時又有一個錄音棚來本大家來地帶，我哋同一邊 V 嘅時間講哇、喂、喔 ，L 嘅時間呢啦、咧、咯。第三 E 嘅時間呢，呀、耶、喲。第四嘅時間M 嘅音就媽、咩、麼第五那、呢、喏第六我嘅音變成亞、嘅、我七個嘅音呢變成加嘅個 B 嘅音呢八、八、波連音式單音式嘅時間呢就是只有這個 R、A、O 一個SII 呢，一個表示 II 就係空韻，高數強一模單音式，所以一模以強有一個八嘅音呢，一模單音式 R、A、O 嘅音所以客家白話語文常用嘅語言，頭多所講體白話嘛，同日本話以及大悲作為語言非常嘅相像高數音。就 A 音改成 E 音好，再看第四個是聯音文式嘅用法用詞嘅說明，本大家嚟記得一個第三個只有一個兩個一個一個兩個一個關於大家能夠談得清楚一個兩個一個一個兩個三個六個一個個呢頭前是單位名詞，單位名詞頭前是乜嘅呢？是數詞或者指示代名詞也聽一個地圖裡講數詞、指示代名詞用一個兩個一個，個
动词、动词同形容词还不用我得的一个是啊，也叫做副词，副词。按那个名词、代名词、代名词、代名词还不用介绍的这，也全部家用的事啊。每一个是有8个音的，所以我哋用音译性的方式来去加，也可以用能够表达一个意思啊。哈，就那阿公的、阿婆的。阿姐耶、老太爷也个哈，也个是介绍到这个用，一个是用那个文法的用法，但是今日当前教育部用单脚嘅3则思路相同，一则是一篇文章的到底有10个位量词表，一个单脚嘅一文章破坏强强。后来我哋再来看第一个 A 音。第一个 A 音是用 D 音，分分呢一个是副词 ，D 是副词，副词头前一定是动词、形容词也各位向前大家记得在副词的头前是动词、形容词。按各位假设会不会用叹号的时间呢？来看了一个事又变成了个副词哟一个头前就做动词、形容词，我看呢，是的，咬喂，各嘅，一个就一个第个用词同了一个用词，了头后背假是用叹号的时间而用第3，假是用顿号第3嘅呢，顿号冇得句号的时间也相同副词，就而用。那个第3那个看呢，是的，糖的，各个安讲的，好的一个第3，第3呢，客家话嘅第3实在好歹同國語嘅第3冇相同大家記得咯，一個單音冇佢棒音唔得，一個入聲詞同第3一棒音唔得咯。假使在唱歌加上衬词填下去，是吧？了也就是副词，第是动词，还不能句号好诶，也可以作为叹词加上第4个呢，有2则是，一个是得到的得，也就是副词，正常讲那个看呢得嘛，是来的嘛，咬喂的嘛副词头前也就是动词、形容词一个是得到的得个什么安讲个看呢得到都看得到按个个在字呢，在字呢是数词，单位名词，一个是头前讲乜嘅呢？名词同一个两个动词用真呢真呢。牛喂一个口喂蛋呢，也都是所以也就是在字也有8音是研究客家語8連音是最主要的啦就種在字那個阿明呢、阿蘭呢、阿叔呢、阿炳呢阿甲白也就是有未来嘅咩呢嘅白嘅音，对闽南方面来讲是呢，有鬼夜山、4年做家門，有為那、nun呢當、南美縣、人潭咩，所以就是有未来嘅咩呢嘅白嘅音，但是古時呢，亦就用意咯，有咗未來音、明年幾筆嘅音就出嚟所以各位鄉親。一个在字嘅用法系采纳这个但是在字系太多关也就用意都带牛意、后意、主意、早意、意都带也就是说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嘅語音同語言同文字嘅用法一頭都所講一個提示嘅即連音文字嘅用法。也用詞嘅說明，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認真嚟研究一下。像第3個
一个两个个，我的介绍一下，一个是分明而分开，唔好想用单脚嘅，希望各位乡亲同个主政单位啊，来做大家共同来做个研究啊，也冇符合单脚嘅啊，也冇符合伊一个文字。同这种态度的前提是完全是相同，安尼哈。好，我们再看一个连音诗嘅 RAO 用是连音，连本音共有9音哈。所用文字都系加用是但是依照音义性的文字嘅文法嘅规则来做哈。听呢 R 同 O 连音代表用使用连音。本音咪共有9音，頭都講過啊。RAO 3音嘅韻母音嘛，一個韻母 RAO 也3母完全都相同，用法是相同。再看一個 R 同 O 咧，又有一個因為一個那個虛擬的字 R 用二公堂嘅，所以二公堂咧。用在上條來看一個意思的存在啊，按一個實體字用木字看嘅，呢，就講打扮啦，留什麼？打扮啦，留什麼？打扮啦，要扮 BAN，一個扮就變係嗰度打扮啦，留什麼？好啊，愛唔得，好有愛音，讀到烏O 嘅時候，呢變成哇一個音，愛唔得，通啊會是通TONG，一個 NG 嗱就係會變成啊，通啊會是請通好，再看聽義上同聽上嘅啦，表示乜嘅意思呢？同意要求。也用上音 T 上、聽義上、T 3上、T 4上來做分一個意思看也意思冇相同T 4上是反對的意思好，我哋看到講到嘅這個時間呢太長一個 T 4嘅呢，一個開了嘅連音詩也有連音詩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來共同來研究連音詩嘅用法係採哪隻嘅所以這個台灣客家電子報以及一個《屏東時報》電子報嘅全部一點嘅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嗰度鄉親大家嗰個連音同英文嘅連音是冇相同一個是 union， 一個是 connect 大家聽嘅呢時間呢個人個電腦啦，做一個。各撇嘅嚟做一個說明同大家報告俾大家嚟知道，聽嘅韻母注音符號，我哋連音詩用嚟研究出嚟嘅喏，有64個韻母變成18嘅一個聲母，18個那個族群，有18個呢，再提煉成變成。8個聲母嘅符嚟從一個韻母呢，有單韻母正常RAO 也18，聽義嘅呢有3個韻母，也就講正常U 嘅係U 開一個一個講到嗰啲人同大家嚟做一個報告但係要做一個圖呢，就叫做鐵頭公同蛤蟆公笠龜公一個虛擬嘅一個比賽叫做風雷仙島嘅鐵頭公，注目嗰個師徒雙腳用力一箭，鐵頭一中，包以傳龍頭包聽呢個呢，茅山嘅蛤蟆笠龜公通音師徒，睇落比較單字一啲，包以呢鏡頭鏡夾落個走運速爽入邊以上嘅一個所講嘅一個圖，
人物是虚构嘅，假使佢有雷同嘅所在，纯属嘅巧合，像大家冇計較安啦吼。所以主要是本大家博君一笑啊，都冇學嘅嘅東西吼。所以含河南不宜誤對哦，但是比武另當別論，又不得貼小白啊，嚇，所以說什麼人講溫柔、溫良、恭儉讓，有一個美德啊嚇。以上呢報告對嘅這個師門大家嘅書堂感謝你，嗰啲呢還會將一個另外嚟託本大家談嚇，一個64嘅幽默美言本大家嚟做一個參考。以上師門大家感謝你，再見。師門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